你知唔知萬人迷碧咸、殺神 John Wick、雷神 Chris Hemsworth、狼人 Hugh Jackman、權力遊戲嘅 Jon Snow， 甚至係遊戲入面 Witcher 3嘅 Geralt， 佢哋其中一個提升男人味嘅秘訣，就係留住濃密嘅鬍鬚。呢一條片，我會同你分析佢哋嘅鬚，同分享一個我認為真正稱得上萬人迷嘅鬍鬚造型，令你成為全場焦點。大部分亞洲男性都冇留鬚，除咗因為傳統華人社會普遍都習慣咗將自己塊面剃乾淨，另外一個好大嘅原因係迫於無奈，因為我哋本身面部嘅生鬚基因比較弱。研究顯示，只有少過2成嘅亞洲男性可以生到被普遍認為濃密嘅鬍鬚。鬍鬚唔夠密，好多時都留唔到好睇嘅鬍鬚造型，生到塊面一笪笪，咁不如剃咗佢。如果你想知道點樣可以解決生鬚嘅問題，令你有一個好啲嘅底子去做到你想要嘅鬍鬚造型，你可以睇返右上角呢一條片。我而家想你用5秒鐘觀察下呢幾位明星嘅鬚。你有冇發現佢哋都係留住幾乎係一模一樣嘅鬍鬚造型？呢一種鬍鬚類型叫做 stubble beard， 唯一嘅分別大概就只係鬍鬚嘅長度同埋髖骨下方斜度，但係除此之外，其實佢哋都係留緊同一個造型。所以 stubble beard 佢本身就係一個 S tier 嘅鬍鬚造型，係任何好睇嘅鬍鬚造型嘅基礎。但係喺度，我想再深入啲講下，你應該點留一個最啱你嘅 stubble beard， 因為即使係 stubble beard 呢一個造型入面都有強弱之分，會有比較啱你嘅 stubble，同埋冇咁啱你嘅 stubble， 特別係亞洲人嘅五官唔係特別深邃，照抄外國人嘅話，其實效果冇咁好。我哋要諗下點樣透過面部唔同部位嘅鬍鬚長度去修飾面型，令到你塊面睇落更加立體。上唇位置嘅鬍鬚係成個造型嘅焦點。如果同你腮邊嘅鬚同樣長度嘅話，會凸顯唔出你嘅造型，只會令人覺得你幾日冇剃鬚。短過腮邊或者冇鬚嘅話，就會將焦點帶到去你腮邊嘅鬚。雖然係一個造型，但我覺得違和感比較重，因為人嘅眼係先望向你塊面嘅中心位置，然後先至向外觀察。所以調翻轉，上唇嘅鬚留長啲，會支撐起成個鬍鬚造型，會比較自然。有訪問顯示 ，short stubble 3mm 到5mm 到 heavy stubble 7mm 到9mm 嘅長度係最受女性歡迎。Super cute. 因為睇落有造型，可以凸顯出性格之餘，同時俾人感覺你雖然有鬚，但係有打理過，仍然乾淨整齊。無論短定係長 stubble， 其實都好睇。要視乎翻你份工可唔可以俾你留。我自己就會偏向 heavy stubble， 會更加凸顯翻塊面嘅輪廓，而且只有少數人可以留長，更加凸顯出你嘅個人特質，增加你嘅記憶點。你睇戲好多硬漢嘅主角都係 heavy stubble， 留鬚絕對會增加你嘅男人味，特別係喺華人社會，生到濃密嘅鬚嘅亞洲人本身就已經係屬於少數，可以留鬚嘅男人更少。修剪一個啱你嘅鬍鬚造型，你其實係傳遞緊一個訊息，你係一個敢於同其他人唔同、唔受拘束、有品味嘅一個人。留鬚係我親身測試過幾個可以最有效提升你男人味嘅方法之一。如果你想知道其他可以提升你男人味嘅方法，記得 subscribe 同埋 like， 之後有新嘅片你亦都可以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。我哋下次見。